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这句话似乎成了超级英雄的经典写照。可不穷不富的人又该靠什么呢？Shenzhen, China。1929年的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华尔街整体陷入瘫痪。大亨俯瞰自己毕生打造出的金融帝国而感叹，儿子谢尔顿让他下去主持大局，得到的回答是马上下去。天真的小儿子没听出父亲的言外之意，结果大亨真的没有食言，他的确是马上下去了，亲眼目睹父亲跳楼。我想无论哪个儿女都无法接受吧。第二天报纸就刊登大亨自杀的新闻，但标题却是大亨拿沾满工人血汗的养老金为赌注，最终血本无归，选择逃避式跳楼。谢尔顿不听大哥的劝阻，冲进《星球日报》，控诉着父亲为美国建设做出的贡献。殊不知他痛骂的格瑞斯会是他未来改变人生不可或缺的人。骂着骂着，他竟开始流鼻血。Your nose is bleeding. You should be ashamed of yourself. All of you. 正当他要起诉报社时，却在哥哥的口中得知报社刊登的都是真的，确实是父亲炒股赔光了工人的钱，甚至为了断臂求生，哥哥沃尔特要关闭工厂，将所有工人撵到大街上。父亲的葬礼上，谢尔顿致悼词，由于伤心过度，他当场晕厥。等他再次醒来，脑海中浮现出很多不属于他记忆的片段，串联起来似乎是他们一行人历经9981难，不远万里西天取经的故事。也就是那天起，他经常能看到死去的父亲，并与父亲展开亲情友好的交谈。He's just here for the spectacle,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want. That's what they want to see. And just like this. 大家都认为谢尔顿从小在溺爱中长大，如今接受不了父亲的不道德，精神崩溃疯了。唯独好友乔治与其他人意见不同，可临走时，他竟偷偷拿走谢尔顿胡乱绘画的碎片，想必是他从中发现了什么。之后，他将每张画的一部分拿出来重新拼凑，竟意外拼成一张完整的图案。带着重大发现，鼓足勇气再次来看望谢尔顿，哪曾想好友已经恢复正常，与之前相比，简直就像是两个人，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疯癫过。不过，当乔治拿出拼好的图案，询问他是否在哪见过时，谢尔顿的脸色陷入了凝重，似乎他也不知道图案代表着什么。听到父亲的问候，谢尔顿又犯病，诡异的片段再次闪现。这次他看清胡乱画的图案是老旧风车，乔治立刻拨打120求救。电话接通后，病人却不见了。沃尔特迟迟找不到弟弟，便把责任都怪在乔治头上，并随口说出乔治的家族已经破产，再也不是那个人人仰慕的上等人了。失踪的谢尔顿听从大脑的指引，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了堪萨斯州的小镇。在这里，他果真看到了那个老旧风车。看来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距离越近，他脑中的反应就越强烈，浮现的画面也更清晰，仿佛间谢尔顿竟看到幼年的自己站在面前。很显然，屋内已经许久没有人居住了。但就在他放松警惕时，身后却传来左轮手枪压倒撞针的声音。Been waiting for you. Best get to it. 原来能看到异象的人不止谢尔顿一个，老者本是皇家海军的2等补给士官，跟随驱逐舰巡航，竟遇到他从未见过的风暴潮。风暴似乎有生命一般，每次都能预判舰艇的掉头方向，提前1秒击碎他们的希望。老者因此多处骨折昏迷。苏醒后，他也听到看到不属于他的画面，并且他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生还者。此刻，谢尔顿的父亲又出来搞怪，向儿子灌输腹黑言论，同时老者也能察觉到第三方的存在。Was it somebody close? Whoever was talking to you. 他奉劝谢尔顿不要相信脑海中的声音，最终会将你带入无尽的深渊。还没等彻底搞清楚一切，老人便举枪自杀了。虽然谢尔顿满脑子问号，但血液让他看到了地窖入口，地窖里坐着6具不同年龄的干尸，看样子像是一家人。墙上勾画的符文与谢尔顿脑海中的完全一样，应该是老人幸存后鸠占鹊巢杀了这一家人。眼下谢尔顿已经分不清善与恶。桌面上突然出现他父亲最喜欢的怀表，附近有用血留下的坐标。此刻怀表有节奏的滴答声被寂静无限放大，如恶魔的脚步逐渐逼近。这是谢尔顿第3次流出鼻血，难道这是什么预兆吗？转眼间6具干尸竟变成他熟悉的人。哥哥沃尔特还对着他诡异的笑着，他顾不上多加思考，必须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不过他刚逃出木屋，就遇到赶来的沃尔特。他又是怎么知道谢尔顿会在这里的？自从谢尔顿在堪萨斯州回来后，他不仅能看到死去父亲的胡言乱语，时不时还能听到鸠占鹊巢的老者威胁。于是他当晚就掘开了父亲的棺材，面对腐烂发臭的尸体丝毫没有迟疑，伸手便取出
出父亲贴身的怀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在他心中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记。紧接着，他向乔治求助，希望能陪他去海洋的中心寻找改变世界的东西。毕竟乔治也是他幻觉中的6人之一。按照幻境中的名单，谢尔顿去找报社的记者格瑞斯。之前他揭露了很多资本大佬的黑心内幕，导致他现在惨遭报社卸磨杀驴。谢尔顿开出了一个对方无法拒绝的价钱，成功招募格瑞斯加入。而下一个目标是自家工厂的工人费茨，诱骗他的条件就比较简单。谢尔顿承诺寻宝成功，工厂就可以渡过难关，他和他的父亲可以继续回到工厂打螺丝。其实名单中最难说服的是谢尔顿的哥哥沃尔特，不相信弟弟的幻觉，但为了让弟弟走出阴影，他也只好同意。既然是远洋，那就要有船。由于他们要去的地方曾有6艘船诡异失踪，所以谢尔顿只能花天价雇了1艘远洋船，哪怕是达到收藏级别的古董船。Piece of shit. How's it even staying afloat? It's gonna have to do.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其实船长也曾出现在谢尔顿的幻觉之中，不过刚起航就出现了问题。格瑞斯看到谢尔顿自言自语，不由得后背发凉。趁大家都不在船舱，他潜入了谢尔顿的房间，他发现了胡乱勾画的图文，还有谢尔顿死去老爸跳楼的样子。由此他断定老板精神有问题。谢尔顿突然返回，打断了他的思路。沃尔特看到父亲的怀表，开始质问弟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他。也就在这时，甲板上发出警报，原来他们打捞到之前失踪船只的幸存者。即便素不相识，谢尔顿却非常激动，他就是幻觉6人中的最后一人。幸存者叫康拉德，是名随船的外科医生。听了他遇难时的惊悚描述，船员们都打起了退堂鼓。此刻船身剧烈摇晃，仿佛在敲打他们的灵魂。It found me. It found me. It found me. 船长坐不住了，马上下令掉头返回。眼看终点就在眼前，谢尔顿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可他的阻拦瞬间激化了矛盾，就连他带来的小队也产生了分歧。没办法，谢尔顿打倒挟持他的船员，夺下手枪，逼迫他们继续前行。然而父亲与神秘老者突然浮现，不断将意识灌输给谢尔顿。 Come on, before it's too late. No lie. No. 就在局面僵持之际，谁也没注意船只已经驶出了风暴区域。还没来得及高兴，谢尔顿再一次听到了瘆人的怀表滴答声，紧随其后的是刺耳的声音频率，令所有人都备受煎熬。直到怀表镜面破碎，刺耳的频率才停止。突然，一座小岛呈现在大家眼前，看外形酷似镇压大圣500年的五行山。除了船长，原定计划的6人带着各自的目的登岛。刚踏上海岛，大家就发现树上的特殊纹路，恰好与谢尔顿胡乱画的相似。知道来对了地方，有人开始喜悦，还有人开始担忧。再往前走，出现了断层，前方竟是一片荒漠，无半点生机。沃尔特第一个要回到船上，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枯树干挡住。无论他们从哪个方向返回，都会遭到拦截。可留在原地，天空又开始降雪，气温也逐渐骤降，迫使6人只能前行。不过此时每个人都非常消极，通过指责他人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内心恐惧，但这样做只会加剧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殊不知他们已经进入了小岛的核心区域，走了不知多久，他们终于进入主殿的入口，里面却空无一物，只有几棵倔强生长的大树，四周的岩石迅速升起，不断扩张，将他们笼罩其中。转眼间，他们就变成了井底之蛙。在巨大的困境面前，之前彼此的矛盾也彻底被释放，瞬间陷入互相厮杀的状态。眼看他们就要命丧于此，格瑞斯借助月光看到了维京人的骸骨，而且也是6个人，证明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这里的人。有了互相残杀的反面教材，大家马上暂停动作，恢复清醒，开始寻找逃生之路。当谢尔顿与同伴的手同时触碰到岩石，上面突然显现出奇怪而精美的符文。随着其他几人把手放上去，符文也被补齐，隐藏在岩石后面的宫殿大门缓缓打开。这里似乎是另一个空间，竟能看到地球的表面。不远处绚丽的光芒吸引了他们的脚步，走近才发现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花朵。随后一股洪荒之力由小岛中心向外延伸。就在船员要逃跑时，6人如天神下凡一般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没错，他们获得了超能力，其实船长也得到了传承，只不过没人注意到。从此以后，6人开始行侠仗义。谢尔顿顺势成立英雄联合的乌托邦，并立下不可杀生的规定，自我约束。如果英雄可以随意杀人，那么与隔壁的祖国人又有什么区别？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内心发生了变化。乔治不同意谢尔顿的规定，选择叛变。即使这样，谢尔顿的信念依旧坚定。可第一代英雄逐渐进入暮年，他们的子女是否愿意遵守老一辈的规定？不知危险的熊孩子在森林里玩游戏，其中一个男孩明明输了却不承认。经过一番无果的辩论，小女孩爆发了，马上化身成菜市场顶级吵架大妈，开嗓便是高能。I didn't miss.
不想搭上小命的男孩起身就跑。其实克洛伊与哥哥布兰登是超级英雄的后代。千里外，谢尔顿发现女儿违反了规定，赶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谢尔顿的座右铭就是奉献、慈悲和宽恕，所以自从孩子记事起，就被灌输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价值观，维护宇宙和平绝不能杀生。因缺少父爱，克洛伊长大后非常叛逆，认为父亲定下的律条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他并没有接替父辈的理念和责任，改去做了博人眼球的封面女郎，甚至陷入非法药物成瘾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他不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英雄后代的身份，他怎么可能过上现在的奢侈生活？就连他心仪的新男友接近他的原因，都是想通过他的关系走后门加入正义联盟会。尴尬的是，他们仅仅刚认识了1个晚上。Here's the thing. First thing he's gonna ask you, my dad. What? Can you take a punch? Hell yeah. 好在谢尔顿的儿子比较听话，他的理想就是成为像父亲一样的英雄。每次有风吹草动，布兰登都是第一个赶去。不过这次却出了意外，大街上几个头戴猩猩面具的猩猩打劫运钞车，超强火力的压制下，本就孤立无援的警察很快被团灭。紧接着神秘女人出现，劫匪们保持警惕，而神秘女人迅速全副武装。虽然是以一敌多，可两伙人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普通枪械又怎么可能是高科技的对手？但他也不是纯白的正义，只是想黑吃黑的另一方劫匪。此刻布兰登才赶到，看到稚嫩的婴二代劫匪，瞬间来了兴趣。面对他人的言语挑衅，布兰登没说开场白就要开干，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敌人，结果被一招秒轰进了银行大厅。就在劫匪积攒能量要彻底终结他时，真正的英雄出场了。谢尔顿不仅用单手压制住对方，甚至只需一个动作就可以提前收工，转头指责儿子遇事不动脑筋，半点长进都没有。布兰登还想解释轻敌的原因，可父亲却没给他机会，甚至临走前还要他赔偿大厅的损失。其实不止年轻一代抵触谢尔顿定下的律条，沃尔特的观点更倾向于自我掌控。如果放开手脚，可能连第2次世界大战都不会发生。但谢尔顿依旧保持之前的信念。Where does that end? And more importantly, who is going to stop us? It'd be the end of free will. Some would say free will is what's bringing the world to its knees. 还没等兄弟2个讨论出结果，费茨便送来了不好的消息，被他们亲手送进去的异能者黑星越狱。世人都了解达克赛德是多元宇宙中最强大的邪神之一，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隐藏在地球，同样他也强大的可怕，整个正义联盟一起上都撑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格瑞斯试图冲上去拖住对方，却像小鸡仔一样被黑星打出数米外。看到妻子被打，谢尔顿马上爬起与死对头贴身肉搏，然后开启引以为傲的镭射眼，却反被捂住眼睛自爆。Samson, you gotta get up. You gotta get up. 就在黑星向格瑞斯他们逼近时，正义联盟的其他成员赶来，卡点卡的还真挺准的。布兰登是第一个冲上去，也是第一个被黑星揍下场的，其余人也不客气，一拥而上，将各自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的展示。可这种攻击对黑星来说如同刮痧，别说威胁生命，就连毛都没有拔下一根。难道是因为超人没有把裤衩穿在外面吗？其实是正义联盟有不可杀生的律条，要么生气，要么以德服人。沃尔特发动脑波，暂时控制住黑星。巴瑞抓住时机，一个千斤跺地，总算是打倒了对方一次。闪烁趁机想上去补刀，妄想用瞬移制敌，却反被抓住脑袋。黑星见走位绝佳，直接启动胸前的能量炮，成功拿下双杀。Double kill。其实做超人第一要素不是有多强的能力，扛揍才是关键。为了不杀生的冰冷律条，搭上2条英雄的性命真的值得吗？见到同伴惨死，布兰登瞬间暴怒，可他在黑星面前始终是个渣渣，看着儿子性命攸关，当妈的坐不住，直接与对方缠斗在一起。但很明显他根本不是黑星的对手，他下半辈子打光棍。谢尔顿上去与妻子控制住对方的双手。就在此刻，一直在施展脑波的沃尔特终于将黑星的思想与肉体分离，困在自己的幻境之中。黑星在外面的肉体变成其余几人打野的目标，幻境里的一切事物只有沃尔特可以支配。 In here, I am God, and you are me. 不过让他没想到，黑星的意志顽强，竟在他最擅长的领域将他按在地上死死的碾压。外面的几人还试图想摘下黑星的反物质武器，恰好此刻黑星彻底挣脱了脑波的束缚，全力的爆发之下，众人只有被震飞的份儿。这时的谢尔顿还想和黑星硬拼，却被对方一个薅油根再次打飞了出去。是不是超人的脑瓜子都不太好使？黑星准备释放出体内所有的能量，彻底终结这些碍事的正义联盟。危急关头，布兰登顾不上律条的约束，冲上去一拳打出了黑星的脑花。
你再晚出手几秒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坐上联盟之主的宝座了？现在官儿没当上，还违反了绝对不能杀戮的律条。沃尔特联系了监狱，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那就是黑心并没有越狱，真正的本体还在监狱服刑。面对人证物证，黑心却死不承认，还挑衅地说山寨克隆体是中国制造。可不管他是哪里制造的，布兰登终究是开了杀戒，坏了规矩。黑心一个劲儿地质问谢尔顿该如何处置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应该把布兰登也关进来，扬言他也会买热搜，会好好的替正义联盟宣传。Christ, that guy's got a mouth on him. 很快，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正义联盟不得不公开出面解决，结果却恰恰相反。由于这次3死全伤的战绩，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开始流失。78%的民众都赞同布兰登当时的做法，觉得将反派关进监狱就是在浪费司法资源。毕竟谁也不想每天生活在恐慌之中。而在正义联盟的内部也有推翻律条的呼声，其中就有第一代正义者费茨，多年前因维护正义腰部以下瘫痪，现在只能靠轮椅行动。You did the right thing. 甚至连代表正义的警察都站在布兰登这一边，他认为就该将全部有罪之人排成行，用加特林反复突他们几遍才能还清罪孽。即便是这样，谢尔顿依旧坚守着自己的原则，认为一切都该遵守国家的法律。于是，在风波没有平息前，将儿子禁足。此刻，布兰登开始怀疑律条过于理想化，到底值不值得他去遵守？杀生为渡人，斩业非斩人，总不能因为原则和信仰，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自己眼前吧？道德伦理上存在的争议，往往要在现实中验证。很快就又出现正义者因律条而死，即使只剩下一口气，光束还在念叨着自己没有违反原则。I didn't break the code. I didn't break the code. 此刻，格瑞斯眼中露出一丝杀气。其实，恶人恰好是抓住律条中存在的 bug， 才会肆无忌惮地触犯法律。律条约束了自己人，却大大纵容了对方。想到这些，格瑞斯决定反击，每一拳都狠狠地打在对方的腰子上，哪怕满脸鲜红，也没有停下的意思。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虽然没有开杀戒，但此刻她的内心也开始动摇。可丈夫谢尔顿丝毫没有察觉，满脑子都是如何解剖尸体，揪出幕后之人。由于铠甲镶嵌在克隆体的肉上，硬壳会损坏尸体，而这却难不倒康拉德。他可以分解还原一切物体，也包括尸体，并且他每次都喜欢华丽的出场。他先是利用超能力掀开护甲，看清内部结构后，在不伤及皮肤的情况下，一片片取下护甲。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冒牌货的驱动装置竟是一个鬼弓球，将其打开，里面是一块怀表，而在场的没人不认识这块怀表，它是谢尔顿死去父亲的贴身之物。诡异的是，两块怀表丝毫不差，就连上面的裂痕也都一样。世界上能做到完美复刻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正义联盟的背叛者乔治。正义联盟将寻找叛徒的切入点放到乔治的儿子身上，拥有超能力的小群体竟会推举一位普通人做老大，因为男人有根如意金箍棒，有这技能送外卖都能月入100万。Back of the van. 趁戴面具的匪徒在外看门，哈奇准备黑吃黑，偷走劫匪刚抢来的量子模块，但他却被守株待兔。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看准时机，他突然闪现逃走，劫匪的子弹恰好全打在同伙身上。就在他不甘心时，伸张正义的谢尔顿听到枪声赶来，不必多说，几个小毛贼很快便会伏法。而哈奇再次看到了商机，趁劫匪还能撑一个回合，他又杀了个回马枪。他可真是巨奸呐！可惜量子模块被击中变成废铁，没办法，他只能扫兴而归。其实他偷东西只是单纯为了钱，事儿没办成，他被雇主威胁，作为弥补，哈奇要为他去偷一个箱子，而箱子的主人是俄罗斯人库拉科夫兄弟。但没想到这兄弟俩耐力惊人，虽然说他们成功偷到了箱子，可也被对方碾成了兔子，哪怕将脚伸进油箱也没有甩掉他们，甚至还会时不时的遭到后方攻击。面对前方的死胡同，哈奇一行人陷入绝望。危机时刻，同伙想到了办法，原来是他的车具备量子技术，竟在被追上的前一秒穿墙而过。不过还没等他们庆功，新的危机又发生了。由于车速太快，他们撞上了谢尔顿的女儿克洛伊。本来他得罪广告商就心烦，做了亏心事儿，几人一下车，不由分说的就要灭口。即使克洛伊依赖药物成瘾，可应付他们几个还是小菜一碟。其中一人试图用高频率声波压制，却没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甚至还有不怕死的选择近战攻击，结果被克洛伊一拳送上太空。见情况不妙，其余人顾不上箱子，马上就跑。箱子中的东西也被克洛伊顺便带走。再次弄丢了东西，雇主派手下来让哈奇以命相抵。在动手前，对方用触手先抢走了如意金箍棒，但传送指令有语音识别功能，他只听从主人的。紧接着秃头就去了鲨鱼经常出没的水域，等再次返回，上面只剩秃头的触手。原来这东西还能这么用。另一个还想用雇主的威严吓唬住哈奇，下一秒哈奇就让他失业了。
big man's heart. Home. 看着血淋淋的如意金箍棒，雇主应该已经吃上了加班的盒饭，而捡走粉末的克洛伊如获至宝。原来它是超高纯度的面粉，于是他立刻叫来狐朋狗友分享。吵闹声惊动了房东，正好看到克洛伊之前打渣男造成的破洞，以此为由要赶走他们。哪曾想其中一人只是挥挥手，破洞就恢复如初。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房东也只能找个蹩脚的理由赶紧离开。不知过了多久，狐朋狗友都不见了，而克洛伊吸食过量休克，恰好哈奇找面粉来到这里，他没有报复，把克洛伊送到了医院。因此两人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殊不知克洛伊的父亲正四处找哈奇呢。耗子见到老猫本能反应便是逃跑，不过这次哈奇也不知道自己传送到了哪里，但还是很快被谢尔顿找到，并同样也拿起了他的如意金箍棒。虽然过程相同，结果却截然相反。在决定实力面前，技巧显得微乎其微。其实谢尔顿找他，只是想打听有关他父亲的下落。哈奇嘴上说着父亲失踪时他只有2岁，当年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可当谢尔顿提到他父亲背叛正义联盟的话题，他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Never thought that he would turn on us. Wait, my mom tells me you're the ones turned on him. We all see the world the way we want I it. see it the way it is. 此刻谢尔顿还不清楚，哈奇有可能会是他未来的乘龙快婿。英雄的女儿却爱上了最大反派的儿子，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利益驱使呢？而面对母亲的质问，克洛伊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怕破坏气氛，急于摆脱父母的好言相劝。其实格瑞斯的担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伪造克隆体就是哈奇父亲的杰作，现在也不能排除是不是父子共同谋划。为了掌握实质性的证据，沃尔特准备进入克隆体的大脑，可由于克隆体脑子残缺不全，很有可能被困在其中而死，于是想到完全继承他能力的女儿雷光。不过他唾弃绝不杀戮的绿条，早就改行做了指认钱的冷血杀手。此刻他正在日本执行暗杀任务，目标是当地有名的黑心财阀。知道宿敌无数，早就事先雇佣了贴身保镖，但雷光之前可是经历过很多实战，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不在话下。保镖只会时刻保持冷静，克制局势的恶化，而殺手往往更加冷酷无情，在战斗中更能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的手段。财阀很快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どこに行こうと思ってるの？关键时刻，雷光却像雕像一样定格了。原来是沃尔特潜入他的脑子请求援助，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威胁。因为财阀正命令保镖解决雷光的肉身，别无选择，他只能同意，却特意开出1000万美金的天价酬劳，只为讽刺自以为站在阳光下的正义联盟。有了女儿的协助，沃尔特准备实施计划。其实表面上看困难，做起来还真的挺困难。之前沃尔特走过的路线已经行不通，开辟新的路径需要强大的意志和体力。克隆体的脑波也逐渐开始崩溃。就在通道即将关闭的前一秒，沃尔特成功了。果然在克隆体的记忆中看到乔治的身影。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变老，还是年轻时那个海王加渣男的做派。看来他当年背叛正义联盟后，一直在谋划着重返的巨大阴谋。老友重逢，没有废话，直接开干。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沃尔特根本不占优势，何况他还是用脑的文官。可奇怪的是，乔治并没有灭口，而是放沃尔特回到了现实。难道是要他回来报信吗？与此同时，一直伪装乖宝的乔治儿子采取了行动。哈奇潜入我国深圳的私密机构偷东西，但他没想到保险库里竟是抽真空的。意识到危险想跑，却因为缺氧静音，无法发出指令传送。你说制造金箍棒时，将语音控制改成骨传导的不就好了吗？如果没有氧气，人类的大脑4至6分钟就会遭受不可逆的损伤，大约6至10分钟后就会彻底死亡。即便不被潜水安保打死，也迟早会被憋死。幸亏克洛伊突然打破逆境赶来搭救，房间的氧气指数迅速回升，没有了优势，安保很容易就被解决。毕竟克洛伊也是异能者的后代，其中一个安保开枪反击却毫无作用。你在开玩笑吗？随后克洛伊一拳打坏柜门，拿到哈奇想要的东西。其实他要偷的是核能电池块，偷它是为了启动仪器寻找父亲的下落。原来他们父子没有联合，难道幕后黑手还另有其人吗？不过危机并没有结束，神秘人偷偷放出正义联盟的死对头黑星。等布兰登与父亲赶到，这里早已经寂静得令人窒息，所有看守无一幸免。父子俩分头寻找黑星的踪迹，刚分开，布兰登就遭到黑星的偷袭。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重演了，之前谢尔顿性命攸关，儿子打破了父亲定下
绝不杀戮的绿条。如今父子的角色调换，父亲是否会因为亲情放弃毕生的信仰呢？ You let him go. Your son took a life to save you and Gracie. Can you do the same to save your boy? 对于谢尔顿来说，的确很难取舍。不过他还是选择开杀戒救儿子。此时，其他人背后袭击，布兰登也趁机摆脱控制。最后，三人合力活捉了黑猩，父子之间的考验也就此告一段落。眼下，唯一知道幕后黑手的人只有雷光，因为探寻克隆体的记忆，他也有参与。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父亲沃尔特，是他制造的克隆体嫁祸给失踪的乔治，又特意放出狱中的黑猩，将所有人的焦点转移出去，就是为激发二代英雄与老家伙决裂，从而推举出新的掌舵人。 This country is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Thanks to Sheldon's laissez-faire attitude. And there's no one else to blame. 雷光并不关心国家操控在谁的股掌之间，他就是想在老爹这里敲一笔竹杠。隐藏如此之深的沃尔特，怎可能允许他人酣睡？亲爹潜入雷光的脑子，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为自己后续的阴谋做准备。